我家己诶想法、思想，真正爱去调整。调整就是讲，万项代志，我拢想要，别人诶喙吼，别人诶目睭看着讲我有外交，毋过我家己吼，就是伫遐等待，就变做讲，我若看吼，别人有看着较有价值，家己安怎想拢无价值，家己吼讲家己有外交，拢无价值。我诶价值观吼，着寄望伫别人吼，无就是有权势、有地位诶人，无就是正人，就是人数诚济，即个济人吼，我拢寄望伫因诶身躯顶。毋过我做诶代志，阁无即种会当找出因喜意诶理路，因为迄著是对流行啊。若讲你会使知影讲，现此时吼，逐家对啥物有趣味吼，去斟酌，去创造一个逐家爱看诶物件，有可能著是会得到逐家正人诶认同。毋过我诶理路阁无爱安尼，我想要做一个有家己诶特色，家己真正想要做诶。毋过我就是伫遮吼，着产生一个矛盾，我阁想要互逐家安尼认同，变做讲为安怎会紧这条做辛苦诶路，这辛苦诶所在，毋是讲我去做这拢无人注意啊，无人愈少人伫要伊吼，就是毋是讲愈来愈死行，是愈来愈落势。其实辛苦诶吼，真正毋是即种吼，嘛毋是讲今仔日我若讲台语吼，我诶声韵有可能无别人遐好，无即种即种对声音乐吼，即种敏感度吼，着变做我安尼足辛苦诶。其实辛苦毋是伫伊遮，我辛苦诶所在就是我拢一直望别人吼，就是望诶对象是别人吼，即寡人吼，即寡人阁毋知伫倒位。当然就是会一直等待，一直怨叹，讲逐家毋捌报，知影家己是报，毋过若无人吼，无人捌，我敢是报？即着变做讲我家己诶一个问题吼，着发生伫遮。当然，我即摆可能当地学吼，无讲足成熟，毋过就算讲吼，我变足成熟，我犹原有共款诶问题啊。无你看，足侪母语吼，台语讲较真好诶人，诚好，讲较诚好，伊犹原会郁卒啊，犹原会想讲无人要听伊讲啊，无人要看伊诶物件有诶无诶吼。所以讲这天道，抑是讲练习，就是即个天道好甲歹，其实真正毋是重点。就亲像讲，有诶人会讲，这人好运，这人吼有足侪朋友，足侪交陪，顶时会甲伊欣赏是伊生较好看，有可能伊甲好看甲歹看面吼，这甲伊绑做伙。有诶人用运气，所以较有人爱去补运，讲行大运啊，今年就是较落衰吼，变做讲，其实当然若天道愈好吼，会变做讲做一寡代志会看着家己诶进步。毋过若讲吼，家己犹原伫等待别人吼，若讲别人吼补水吼，就是甲家己疏忽，着心肝头着足艰苦诶。安尼真正着变做讲一直等待别人，即种人着无力量啊。
就是一个努力付出的吼，所以变做讲，我今仔日爱感觉足骄傲的。我要讲台语、学台语、写台文、写小说、写册。我要做啥物代志，听台语吼，拢毋免讲有啥物鼓励，嘿，因为这鼓励拢是等待别人来鼓励。别人变做讲为安怎，别人就较有价值。我就无想讲华语较中文较有价值，为安怎个个会对别人吼，别人伊嘛无了解啊。其实别人是做要安怎讲，伊拢看无，伊拢看一个现象尔吼，伊嘛袂足深去看，嘛袂足用心吼。毋过我煞讲需要别人吼，即种会点人头吼。今仔日有偌济人会对我讲的物件有趣味，我写的物件有趣味，我做的代志，啥物人会认同？其实我若讲甲这一切吼，拢甲伊放开，别人捌啥吼，毋免安尼。因看嘛看表面，而且为安怎要期待因，敢有比我较贤？嘛无啊吼。所以讲，我互别人吼，即个毋知影啥物人，别人吼，甲伊伤重，看甲伤重啊，甲家己看甲伤轻啊。所以讲，就造成讲，我的问题吼，就无法度解决。所以我爱豆豆仔来吼，就是家己莫一直想讲家己无算啥，家己就是甲别人看遐重。别人我嘛无熟悉啊，别人嘛是凊彩看看的，凊彩讲讲的。嘿是安尼尔，就亲像讲今仔日迄个翁伫外口有查甫的即个群组，迄个人嘛凊彩讲讲的，伊捌啥，伊嘛毋捌。毋过有可能会互人着伤，会互人足艰苦的。为安怎为着这，伊嘛凊彩讲讲的吼，着去互伊影响。咱敢需要互别人影响？家己本底伫做的代志，做甲有基础啊，嘛诚有意义。变做别人安尼凊彩讲讲的。伊即摆嘛会使刷位刷去别位啊！今仔日伊学老，明仔载不爱学老，后日伊搁讲啥？这拢无啥啦，无算啥。敢有人会当真正看互清楚，讲别人伊的评价是无家己看家己搁较有价值。我希望我会当豆豆仔看互清看互明，就是安尼。